大家好，我是施志玲，马英叫我是 Stan 哥。Stan 嫂，退休后呢，家里减少，身体变好。我是台湾 AS 的创办人，叫做111triệu。我即摆看到的都是太阳能的房啊。净能碳排要普及化，全世界嘛都要靠台湾，做开路先锋啦，唔惊死的人啦。我的人生下半场绝对不会待在舒适圈。我即摆已经81岁，我有缘继续打拼。健康是慢慢啊练出来。越来越忝就对。我是鹿港人，细汉的时阵，阮妈妈就鼓励我做一个有路用的人。一路行来啊，拢拄着足侪乡亲，足侪真甲恁拍招呼。大家真亲切啦。你知道龙山寺对施先生的意义哦？应该是伊定定来遮佚佗吧。元宵的时阵，软钉卡。会当行着的世界行行，哈哈哈哈哈，下半场人生，哈哈哈哈哈，几岁拢无要紧，哈哈哈哈哈，下半场练习，轻轻松松，快乐过日子。演唱会啦，啊，咱的好朋友施先是 Stan 哥，伊嘛那个名车哦，伫咧遐，咧甲大家安尼翕相，啊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呢，拢无人碰的。看到施先是啊，遮尔欢喜，遮尔勇气啊，而且哦，看到现场遮尔侪人，就表示咱 Stan 哥吼，这退休20年哦，拢是积极的，一直记的。无怪今仔日遮尔侪朋友来甲伊同齐庆祝。谢谢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来帮我夹哦，1、2、3都可以。你帮我们拍。好，可以。有2个手机。1、2、3，好，来夹购物，B度夹。谢谢，我们一起照吧，婷婷。阿平，过来，一起拍照。恭喜，谢谢哦。翕相。在。哇，今日来人足多呢。对，然后老朋友。都老朋友。老朋友啊，吼。对。哇哦，后边还有足多人，搁要甲你翕相的。对啊，啊，等下我会入去听音乐会哦。OK， 好，有位置嘛？有排，那就好。好啦。现场所有施先生、施太太的好朋友，大家晚安。哇，今天呢真的高朋满座，大家都一起为了 Stan 哥20周年的这个退休大家齐聚一堂。那也刚好是我们湾声乐团呢，在我们2024年这个定期音乐会的最后一场音乐会，叫做《时代的情书》。
不要就在这里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主人施先生、施太太。Stan 哥 Stan 嫂，欢声棒不棒？观众后援会应该是有一次一个音乐沙龙，朋友的音乐沙龙，大家很感动，我站起来就自告奋勇要当老鼠头了，要组老鼠会，后援会就是老鼠会，就是我是啦啦队的队长。我最近才听到新的新闻，我本来后援现在要退休后呢，压力减少，身体变好了。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现在真的很忙哦。不过我从宏基退休没有从社会退休，那这一次我已经决定，85岁要2次退休，从盈利事业的董事长都要辞掉。再过几天，我们施先生呢就要过生日了，所以我们要送他特别的礼物。没有彩排过，对，因为是惊喜才可以彩排。您再往前一步，可不可以走上我们的指挥台？对，这么多年了，您看着我们每一场演出，从一开始到现在，只有2场音乐会没有到场，所以我们今天决定，我们要演奏一首生日快乐歌送给您，但是由您自己指挥。好，来，先生，你准备好就开始。汤老师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我有甲生来讲，我唔知人咧起你唱，我后年我嘛要起你唱，我后年嘛要起来唱。祝福施董事长伊身体健康平平安安。为什么呢？身体健康伊就会当搁帮助足侪人的。林老师，你有啥物话要对施登哥讲哦？大家快乐！无问题，多谢老师。施登哥伊毋若是伫咧台湾的科技面顶啊，有足好的贡献。另外就是伊本身对艺术、对文化嘛是足喜爱，嘛足支持的。我感觉吼，平常时看一寡文章、看一寡新闻报道，拢较无迄个感觉，但是今仔日我真正感受到啊，真正感受到伊对咱台湾这片土地的爱，感受到伊对咱社会、对咱台湾的迄个爱是满。食豆奶，烧豆奶嘿，先给它微波啦。安尼，登哥甲你讲，我今仔日有准备一个特别的。OK。我知影你甲登嫂拢食甲介简单，所以我昨暝吼特别。哦，多谢。有杀一寡青花仔菜，我另外阁有炸这。我嘛有啊。你嘛有吗？我想讲甲你补一领钙质。我就是会甲这安尼拆线安尼，铺伫面顶。我等下学起来。安尼后日你就会当变一出新的菜安尼，登嫂就会，你去倒位学的安尼，对啊。登哥，恁啉这豆奶拢啉
无糖的吼。无糖，嘿啊，年纪大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。无啦，我嘛是拢啉无糖的，我少年的呢。甲你讲，我少年的。啊，还有物件，水果哟。水果。啊，这是前一暗都切好啊。对，啊，就准备好。满满爱的早顿呢。花，食饭哦。今仔阿点甲咱加菜啦。哦，谢你。10点3搞炸。我唔知影恁敢有爱食迄青花仔菜。有啊，阮定伫吃。我看到 Stan 哥捧遐尼青草的早顿，安尼捧出来，哇！我感觉足够水的，而且够足感动的。因为吼，我想讲 Stan 哥伊平常时的迄个形象，互人的感觉应该是爱抱一台电脑，还是电路板出来安尼较合理啊。啊，无想到会看到伊安尼对太太遮尔大心。哦，我看恁两个安尼卡在两介高水。较早恁咧拍拼事业的时阵，嘛会安尼坐落来好好食早顿嘛。办公室对厝内的后壁嘛，所以起码是价钱都袂记了，较久了啊。较久啊50年前，反正到三顿拢伫遐照食。啊，所以恁食早顿都爱配电视就对啊。食早顿搁爱配电视，我感觉介赞，就是趣味的无毋对。因为吼时段都是安尼，早起起来就是电视甲拍开有一个声音。啊，对 Stan 哥来讲，我感觉电视毋若是有声音，嘛是伊甲外口的世界有接受的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媒介。所以平常时 Stan 哥甲 Stan 嫂恁拢差不多几点困，啊几点起来？我11点半困，7点起床。安尼是几点钟？7点8点。7点8钟。中昼过休困。安尼加嘛有休困8、9点钟安尼。8点钟以上。好。啊，Stan嫂咧，Stan嫂，我无遐好命。你是咧无闲啥哈？我上尾爱收买啊，哦，爱洗碗，爱甲传一寡料啊。了解。啊，鸡子也嘛是我传，对吧？对。啊，所以 Stan 哥伊本身敢有好喙斗，袂歹就对啊。足好吃的。安尼好，无紧食安尼好呢。足好的啦，因为拢享受嘛。无好喙斗的人，生活足无幸福的。对，哎，这句爱记起来哦，爱好喙斗，生活才。咱台湾的水果是上好的。教练来啊，还有。大家好，许教练到了。好，请他上楼。谢谢。来，慢慢徛起来。头前、头顶、外口、下面，后把胸口抛开，3、4、5，好，来结束。啊，来竖开，啊，巴肚收起来，胸口提起来，3，讲背啦，2，好，2来吧，就看头前哦，哈。我有问题，若是讲为了时段，伊会安尼挑骨，是咪常常做这个会改善？较扩胸，才会改善咱的迄驼背。嘿，啊嘛袂胸坎杂杂对。对，因为吼，你看若是有淡薄仔驼背的时阵啊，吼，咱这边这条会足暗的。嘿，所以早起起来的时阵嘛是足好的这个运动，甲咱这胸坎顶大头啊射互开拍开。安尼吼，要小可行路，要行较紧啊，练一点点心肺跟协调哦，哈。来，头你轻啊打，重量在前脚掌，手摆起来。老人家。我会建议，就是中高龄的话，我们可以稍微速度稍微降一点点，没关系。平常时拢走偌久的时间？起码爱行9分钟啊。今日9分钟。对，加油，3咯。这个 OK 哦。OK。来，你的手要摸着，手要摸着画着。1、2、3、4，来，最后5秒、7秒、3秒、
2秒、1秒，好，慢慢地行，吸，补偿。9分钟啊！对，9分钟。哇，来，呀，来，我感觉 Stan 哥真正毋是咧讲生笑的呢，伊每一个动作，吼，啥物蹼都背起来啦，是咧凹即个镜头啊好啊，凹即个关节啊、骹头舞，伊拢真正无咧含糊的。我感觉对一个80岁的时代来讲吼，安尼认真的态度是一棒的。好，来，即马把咱这个绳啊摕好哦，哈，好，双脚拍开，重心往前放，哎，屁股要准备离开咯，1、2、3，哎呦，站，脚头弯，脚伸杀后壁，绳啊跳开，好来徛起来，绳啊杀头顶，嘿，搁来微啊蹼咧，弯，嘿，慢慢啊起哩，会用的吼，最后一个也来竖开。好，慢慢啊吐开，手放落来，好，10个结束。这个动作敢是对咱时代是上吃力的吗？是讲是上食力，有淡薄仔食力，啊，毋过咱平常时练几年啦？练几年啊？吼，咱有超过5年啊。安尼练5年啊？2018年见面的，2018年相识的。7年了。对啊，我们准备迈向7年了。健康是慢慢啊练出来，对，健康是慢慢绝对毋是凭空得到的就对啊，爱家己练的就对啊。愈来愈忝就对。你嘛是因为咱身躯，咱愈来愈进步，对毋对吼？即个时代，伊拢感觉讲，我有行路啊，行路都是运动有够啊。其实我是感觉真正无够。那真正要运动嘛，是爱有强度，而且你爱流啊超过一丝丝啊家己的程度。安尼才有法度去训练咱的筋脉，训练咱的咱讲心肺功能。真正若要健康，就袂用的平淡，爱认真练。好，开始哦，好来，Go， 20个，1、2、3、4、18、19、20。好，来休困，好，来，你无训练，我无训，我真正无训练。第2回合。学长，我头拄安尼敢有标准？标准可以。会使吼，好。来，第2回合，咱的50个哦，哈，1、2、3、4、50个，伊会用的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48，过两个49、50，来，真正无含苦的呢。来，哦，哎呦，现在。好，我们要做一点点拉筋伸展哦，来坐着，来挑胯，好，过来哦，足酸的。有哦，哈。嘿，后壁足酸的。Stan哥，你敢会感觉足食力的？看出来啦。无酸无好。好，请休息，请休息哈。多谢。哦，真好。我们身体跟咱做在一起，努力，练。Stan哥即马处理的是你甲 Stan 嫂大，两个人了。即马2个人尔，安尼真好。囡仔拢大汉了，孙嘛拢大汉了。所以拢成家立业啊，所以这间算是册房吗？是 Stan 嫂独占专用。我到处都可以，随时随地都在上班。规间厝拢是你的办公室。这做这相片诶。孙啊，拢孙，我妈妈。这位是妈妈。你甲妈妈有像哦，有像，迄鼻目喙有像，迄啊，顶头这阮妈妈踮鹿港啊，订马祖的时阵，你行伫头前啊。对呢。对，很早了。足古早的时阵啊，这是。阮丈母。阿哥 Stan 嫂。拢美女呢。我认出啊，这拢孙对无？对啊。系啊。有编号嘛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为什么要用编号的哈？较好叫啊，名。是毋是名？记袂起来。用记袂起来，用叫，只要好参名，只要搁想一个。爱想一个就对啊。这有一张这黑白相片的，这敢 Stan 嫂少年的时阵？大学的时阵我翕的，我大学是念野社的社长，所以我就暗访内底洗出来。了解。
你都是和这位少女迷去啊，对不？是啊，当然了，当然了。对啊当然了这张有代表性的哦。啊，这2006年的时阵，对对，太十字， 60周年嗯，的60年来的亚洲英雄，应用，迄期内底你看有邓小平、嘿，还有达赖喇李嘛，光耀、达赖喇啦，还有李小龙。嘿，这当阵你几岁啊63岁嘛，64、 63 63岁。啊，不过我感觉 Stan 哥你最厉害，有一点就是你唔是干那看感情，你看的拢是足未来的代志。嘿啊未来是真清楚啊，嗯，所有的报纸、杂志、嗯，媒体拢有咧讲未来嘛。未来是真清楚，但是你有要挑战未来，这是关键嘛。我的座右铭就是挑战困难、突破瓶颈、创造价值。为了要创造价值，我就找迄个有瓶颈的所在。有瓶颈，让价值无办法体现，那一定真困难的。舒适圈不是我想要的。今嘛是食中昼顿的时间，我对 Stan 嫂的脚步要来买中昼顿。啊，因为 Stan 嫂伊食素，所以来买素食的。你今仔日买两个便当是你甲 Stan 哥一人一个，无，阮两个食一个，啊，一个是你的。原来一个是我的哦。逐工拢会来遮买吗？我是刚才也照他嘞。所以嘛是有要逐工见面哦，拢熟悉啊。他都会帮我拿汤。谢谢啦。加饭加饭。动了，开动了。好，哇，哦，足切操的呢，感谢感谢。谢谢。哎，甲你特别讲者，这原来伊今仔都剪菜，这个有阮大家的味道。是哦，这敢是鹿港的迄个菜园对无？哇，无过啊，头拄看你咧捏这菜园，迄眼神特别无共，原来有大家的味就对啊。我定定看到一寡时段，伊唔知影是惊麻烦，还是讲喙齿无法度补，拢食暗糜仔呢。啊，而且伊暗糜仔伊阁配一寡什物红果仔啊、酱菜啊、豆腐，迄种足甜的。嘿啊，阮感觉迄安介无健康，所以恁有啥物撇步食了较健康、阁好食的撇步会当分享无？每跟饭拢共款啦，但是食青菜上重要、上好。啊，卵嘛就爱食。我是卖卵的人，我咧食卵，我是卖蛋的的小孩。哦，是哦，是哦。我从小就帮忙妈妈在卖卵啊，卖卵。所以恁平常时就是安尼简单食就对。对。啊，那无想讲要请人来煮啊，还是啥？比较麻烦呢，因为我们的时间不一定，有时候开会，有时候应酬，那就不了解，不方便。因真正拢无请管家来煮饭甲摒扫。初初一开始我会感觉讲，安尼敢好 ，Stan 嫂因的新婚，啊，搁因的年会，是毋是有人斗相共较好？啊，毋过我看因两个安尼感情遮好，吼，啊，骹手安尼搁遮溜利啊，吼，啊，爱食啥就买啥，爱食啥就穿啥，我感觉会当家己处理家己的代志，吼，舒舒服服家己做，嘛是一个幸福，因为表示吼。身躯还阁健康，头脑还阁清楚。轻轻松松，快乐过日子。
会足无用的无？开工迄天上无用，上无用。大家拢去阮兜。啊，毋过过年毋管安怎无用，新春正月时上好就是爱像咱今日安尼吼，出来行春。拜拜啊！啊，拜拜上重要。对啊对啊，系啊，爱祈求心灵保庇咱一年拢顺遂安尼。对，你来看吼，伊这庙这绿色的瓦，当时起的时阵，因就是采用迄个水草迄。哦，水草迄当阵的，诶，真正敢若韩国的迄个古早的香宫，有用这个青色的。青瓦台。哦，对对对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拜。抾手，再抾手，三抾手，内行。谢谢。是讲史典哥，迄当阵恁一家是安怎甲即间庙结缘的哈？阮妈妈是玻璃人嘛。哦。啊，拄啊，伊身体无好的时阵，阮阿姨甲伊介绍来即搭来拜拜，来拜拜，来求身体健康。嘿，是啊。啊，所以嘛，带你来拜，啊，慢慢啊，史典嫂嘛开始对你拜安尼嘛。对，我结婚后来，嘿。有传承啦。有传。这是好的传统，哎，好的传统。诶，我自细汉吼，一落港两三四，种着夜香对拜啊。有这个较惊呢。哦，我伫遐看咧。对，安尼咱来换队形哦，恁两位。我还是来，伊爱看我。来这拜拜，体力爱有够才会使的哦。有哦。对啊。串一个，串一个，串一个介重要，串一个介重要，串一个介重要。来，会使吼，来。五、六、七、五、来。那恁会串，我嘛咧串。神农殿。对食吗？哦，这介悬哦，爱好。看到史典哥、史典嫂安尼，两个人会互相注意、互相提醒，不管是下河顶啊，吼，还是爬楼梯啊，拢会想安尼看者，我真正足感动的，因为这就是咱咧讲的爱，唔是用嘴讲尔，爱是爱用咱的动作、用咱的行为去展现。啊，普通时啊有事势，甲恁同齐来，会甲恁安尼保护无？来要想到阿公阿妈个少年。对，我拄仔你甲讲的迄领条就是这。哦，这是阮婆婆的名嘛。思成秀莲是妈妈的名。对，啊这阮两个，啊这阮三个囡仔，啊这我系老爸老母。鹿港的陈万人他设计的。来，一鞠躬，三鞠躬。三鞠躬，感恩您照顾我们，祈求好大家合家平安，事事顺利。我本来想讲，史典哥、史典嫂因两位吼，平常时遮尔无闲，啊来到庙拜拜，应该是意思拜一个，但是无想到，因每一个殿拢爱行到到，每一尊神拢爱拜到到呢，足虔诚的。老实讲，我平常时的个性较素、较急，啊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安尼时间敢会袂赴，等下要搁去倒位。啊，毋过我看因两个拢安尼无咧赶，啊心嘛无咧急，慢慢对因安尼跪、安尼拜、安尼求，我的心嘛慢慢静落。我感觉来这拜拜啊，祈福是一个重点，第二个重点就是看风景。哎呀！每年哈，地母生前后，这个找到天公是足重要的一个日子啊，所以足期待啊！啊，每遍来到这，心情感觉是真重要的
代志啦。啊，所以妈妈的故乡是伫咧倒一个方向？去别里就这附近啦，就是迄这附近嘿，就逐摆带妈妈来后头对。头拄我看Stan嫂甲Stan哥拜了足虔诚的，啊，恁感觉讲信仰这件代志对恁来讲，伫咧生活当中上重要的是啥物款的内容？心真安定嘛，阮踮厝内嘛是拜地母，早暗拢伫遐拜，拢这已经是几了10年来的一个上重要的代志。而且Stan哥有一阵仔身体介无好，是，对啊，啊，迄当阵Stan嫂是毋是有特别甲地母求还是啥？我中风的时阵，伊就是我昏迷嘛，啊，伊就去祈求，啊，就伊讲要食菜嘛，哈，啊，我醒起来的时阵，伊甲我讲，我讲我嘛伫对伊食菜啊，啊，本来阮妈妈是北来菜，所以食菜对我来讲是无困难的。介自然的代志。亲像Stan哥、Stan嫂，恁少年的时阵拢咧拼事业，啊，恁即马已经人生的下半场啊，恁的生活有啥物慢慢的转变无？即马当然身体是上重要的，是，所以逐日都要行路。啊，平常时咧，亲像安尼出行、出游览啦、看山看水，敢有？较少，但是啦，找朋友啦，找朋友斗阵去。环岛啦，啊去花莲啦、台东去行啦，去行咧，足少诶，无啥物欲望啦。Stan哥，Stan嫂咧甲你暗示啊，讲是爱加留一寡时间互水某诶。新年快乐！大家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来，好来，卖客气。好来，我等下，这甘蔗笋是在地的哦。啊，所以平常时信众来甲食，拢有这平安餐通用啊。星期六、星期日，咱的2天平常爱上班爱趁钱，礼拜才有来遮服务。所以拢是志工咧做的。志工，拢志工，义工，欢喜做，对，大家拢做到真欢喜啊。Stan哥，恁逐回来拢会伫遮食一个便餐，才转去。哎吼，足好个呢，真幸福。咱毋若拜一位吼，啊，阁有，鹿港，要转来Stan哥的故乡，谢你哦。事实上，时代要坐车、上车、落车，毋是咱所想的遐尼简单。上车的时阵，咱骹骨啊、关节要安怎弯翘，吼，啊，搁咱的迄筋肉要安怎出力，足侪迄个有项的代志爱注意。像恁啊，拢定定安尼伫外口走。出入入，咱无想讲要请一个司机啦，还是讲有家己的车？阮有家己的车，但是停车也无方便，不如坐机动车，捌坐过公车。公车，哔，免钱的。三车是免钱的，进路卡。然后迄个捷运嘛，毛坐嘛，啊机动车。我即马都坐叫机动车，会足方便的。我感觉人生的下半场吼，就是爱常像Stan哥、Stan嫂安尼啦，就是爱会晓随即个状况来调整，啊，看有啥物资源来使用，有迄个心，确实是上重要的。恁两个是安怎熟识的哈？讲起来就话头长啦。我踮伫我的房间共宿舍的吼。伊有一个女朋友是班上的同学嘛，暗时咧写情书的时阵吼，我叫伊加 PS 啦，后注啦，后注就拜托伊甲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啦，所以伊的女朋友就介绍伊的班花，好朋友啦，就安熟悉啊。第一遍约会是伫北门的迄个台北北门沿迄个车头边就落来看到哇，那有遮水的查某囡仔啦。是啊，伊会对我印象讲，哪有遐怂的人诶？是真的吗？
是真的吗？还是？因为第十人对中部来的，本来阮就上爽啊。啊，我即马拢可以，你个开玩笑，我讲我是陆江新是台北爽啊。你知影龙山寺对施先生的意义哦？应该是伊细汉时阵定定来遮佚佗吧。我讲搁较早，搁较早我有听我在地朋友讲过，那个是讲是毋是因妈妈有来拜拜，啊求即个观音妈，啊赐予伊一个后生。元宵的时阵，嘿，软顶卡西南趴。大家会记得哦，爱记得哦，这个撇步爱记好条哦，软顶卡西妈。我真正无想到是真的呢，我就是大家传来传去，黑白讲的安尼，可能嘛是这个原因吼。Stan 哥伊就是会想到伊的妈妈迄当阵来求，啊，互伊甲妈妈哦会当做母仔囝安尼。我感觉应该是这个缘分，互伊每一年吼一定至少会转来拜拜吼，啊来求平安。玉皇大帝哈，今仔日催告是正好。叶子华，甲我代表我的囡仔，感恩你的照顾甲赐福，感恩。祈求国泰民安，大家规家口拢会当平安，有智慧。感谢观音佛祖、观音妈的保庇，多谢祝福观音妈新年快乐，多谢您，多谢。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，还有大势至菩萨。守护神是大势至菩萨。真的？那你要好好跟他讲话。好，我们等你。我真正感觉就大心的迄个感觉，因为我想讲因两位 Stan 哥、Stan 嫂拜了，就煞要搁继续拜，无想到就是 Stan 嫂会讲互停停好好拜一个，因为我感觉是讲这大势至菩萨是我的保护神，所以我感觉就细项的这个动作，都互我感受到，因翁仔某两个人真正是定定拢咧为别人想。咱来树仔遐坐一下，啉一喙水。树啊，足水足水的。系啊，老树呢，咱小休一下，休一下。好，这个围起，可以保护掉。第一回看到龙山寺，我就足爱的。迄当阵阁是囡仔，就感觉哪有一个庙，那敢是迄个古早时代安尼，拢无变的迄个模样伫咧食。我会记得迄当阵，才咧整修的时阵，Stan 哥你嘛有出钱出力哦，对无？无啦，我是有做数位的重建的，有专门做创作一个数位的，把龙山寺鸦片嘿。迄当阵 Stan 嫂，你第一回对转来鹿港头来拜拜啊吗？会记？未结婚前，伊捌带我来佚佗安尼，来拜拜。你当时你第一眼看到咱龙山寺，你会感觉诶？一般的咱庙无共款，嘿，安尼真简单，真静。这鹿港的街仔路弯仔嘛是足闹的咧。是，若过年稳当是过袂。感恩城隍爷，众神明，感恩。跪着拜拜。年轻真好。即摆无可能踮这顶的这个，我想讲，观音佛祖会甲我保庇我的脚头，我就甲跪落去就对啊。范将军，嘿，范将军，嘿，谢谢。来，一鞠躬，再鞠躬。
三鞠躬，感恩范将军，哈，还有李将军、马将军哦。是，头拄我有听史殿嫂咧讲啊，就是咧讲迄当年迄个咱有一批迄个是电子零件 18事件，我在3月18号，你可会记得1984年，很重大的，有4000万的价值的 七体电路 IC 去用头去偷摕去去啊！啊，阮妈妈就叫我来鹿港新丰庙，请范相军出马，就开始有进展了。啊，很快1个礼拜就破案了。我听我挂着零星采取，President 来安走这样以后，他互相支持，互相推。拜托，月下老人要帮忙听听哦，感恩感恩。其实我会特别想要拜月老，是因为我看到史殿跟史殿嫂，嚯，因两个感情够好的啦。我对因安尼规工拜落来啊，其实上忝的毋是骹呢，是我的目睭。都被他们闪到安尼啦，安尼两个人牵手安尼行来行去，我足欣赏的啦。所以我想讲，我差不多搁10档，我的人生的下半场就要开始啊。但是我身躯边那个无一个伴安尼，所以我就感觉，我爱较认真的。这就是鹿港即马上闹的，啊，搁排名第1名的，全省第1名。对啊，全台第1名的鹿港老街，够老的。你应该真久无安尼行吼。我记录一个，我用我的手机啊，甲恁记录一个。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会使。谢谢。史殿哥、史殿嫂，安尼一路行来啊，拢拄到足侪乡亲安尼，足热情，甲恁拍招呼，啥物感觉？大家真亲切啦。啊，史殿嫂会感觉讲，哎呦，奈遮侪人会歹势无？我当然会歹势。谢谢。新年快乐啦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你顶一回来老家遮散步是偌久以前的代志？应该1、2年安尼嘛，无过迄个。这个头前迄边是船到位的所在，是。这个仓库在迄边嘛，这边是龟。嘿，你好。你看，码头在这边嘛，那乌头粿这边是摇铃粿嘛，我老厝的后壁足深的啦。你看中山路嘛，不见天了，难道？到后车厢，到后车厢。要回来旧厝啊吼！我家已经到了呢，阿转。回来厝啊！好，新年恭喜，新年快乐！好，谢谢。秋婷。我看到徐生、史殿跟史嫂，我鹿港的好朋友。是啊。有人哥。讲个不快。啊嘛，恁两个有熟悉无？有啊。冇熟悉。鹿港人吼，南北因的吼，莫做鹿港人啊。哇，我就欢喜，你是鹿港之光，你知无？我细汉就是住伫内底啊。系啊，住伫内底，同阮妈妈中铺。他们两三边。啊，住几个啦？2个人啊，就是你甲妈妈。细汉就是卖鸭卵嘛。对，伫咧你这边。卖鸭卵，卖文具。毛卖戒指、金纸，啊个奖管。个奖管。哇，真正妈妈。啊，拢要卖机械的。我有闲啦，给退织毛衣的那个织布机放在这里了。什么拢爱。你这手山细细啊，毛织布机呢，真厉害。咱这个香铺叫做西美玉，啊，这个名是安怎来的哈？阮以前做干妈店嘛，啊美玉号，啊早期是
不是人名，就是美玉这样子。我们祖先的记录都是这样电号的。店号对啊。我们来第4代啊，第5代，伊来讲阮的姓师，甲读咧师美玉安尼。了解。我200多年了。200多年啊。 200多年做。 老品牌了，讲到品牌，我是品牌先生啊。对啊，其实咱世界祖先200多年就开始做品牌啊。我常常看到一寡时段，可能因为身体较无好啦，精神较无好，伊就较无爱出门，也是讲平淡甲亲戚朋友联络，这拢是足可惜的代志。因为咱下半场的每一工吼，每一点钟拢足珍贵的。 当我人生下半场的时候，我应该嘛是一个爱出门的人，所以我的朋友、我的亲戚，我绝对袂放恁煞，我会定定去找恁的。清明有一句话讲，清明若无转来就无做，做，所以离开伊咱出外的洛港人拢会转来。我感觉看到这古早厝，啊个青铜安尼有咧。 来往是足好的代志，袂当迄个袂记咱的本，不能忘本，袂当袂记本。史典哥，你讲要带我来看你即马进行式的一只船就对啊，这是高雄的。 兴达港，啊，所以你梦想当中的迄个未来的船，都是伫遮开始咧做的对啊。零碳排了，我有建议政府哦，海洋的产业都聚集在这里，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国嘛，啊，咱过去点子海上的产业比较少了，哦，这个是未来的生产工厂了。 后摆店家要大量生产，主要是外销嘛。啊，所以即马船倒位看得到？对面啊。对面吼。对面。这只船啊，111尺。你讲，这只是船？船啊，对啊。无想遐。甲我想的船无共呢。以后这条船那就一个豪宅啦，水上的豪宅。上环保的豪宅。是啊。哇，真正青目睭看到船。 看到伊的梦想实现啊，我敢若钦佩尔。啊，而且哦，我有去观察到，这只船啊，有2支脚呢，都亲像安尼的船，就叫做双体船啦，就是讲伫咧海上咧行的时阵，会较稳，较袂惊风涌安尼。哦，原来史典哥真正无简单呢，要做啥都爱落啥。伊本地是电子业的啊，做电脑的，啊，即马伊要做船嘛，爱有了解才对。 这2位是船长啦，船长是倒一位？啊，船长你好，你好，我阿婷嘿，啊，这是吴总监，总监你好，欢迎欢迎。有想要去看卖了？当然嘛想啊，拢来到这，敢有法度，即马敢会使的？是啊，欢迎欢迎。哇，安尼都哎，对阮行，对阮行，啊，这行，先生这行吼，诶，这船头的部分，啊，头前是锚链吼。 所以咱即马就是伫咧海底，啊，升起来到水面，啊，要上船安尼。是。哎，我第一回安尼。我第一遍啊。你嘛是第一遍。OK， 好。来，许小姐。哎，我最头吼，谢谢，多谢。多谢。来。史典哥，咱即马徛的这个位啊，船长。这后架板。 后架板，这到时阵拢有迄spong啦，沙发吼爱顶油木，吼，啊边啊2个通道，而且下水梯吼，咱会使要畅水，要落水按迄边，哦啊这个部分哦会使钓鱼，啊这是咱的沙龙，一般船啊客厅拢叫沙龙。沙龙毋就是爱啉一下饮料，听一下音乐的所在嘿。敢若高船就拢有啊，来几只来，就来。来，这顶头爱说你，来头说你吼，来。 哎，史典哥，你顶一回来看到敢是这个模样？
我无起来。你无起来，加外口，看外口了了。你来嘛是第一届。第一届。哇，我足荣幸的，甲 Stan 哥同齐第一届安尼上船，啊，看这船的内底生做啥物模样，重点是 Stan 哥吼，伊的喙角，啊，佮伊目睭尾，拢有感觉到伊迄个欢喜的心情。而且我看你遮内底有写，这船以后嘛会当做医疗啦，吼。潜水做减压舱。系啊，啥物运输嘛，当拢会用的就对啊。观光船。对啊，亲像船长你本地是开一般的船嘛，对无？我开潜水艇。潜水艇的。我是海军唱水舰的。了解了解，啊，你即摆要开这完全是零碳排的船。你啥物感觉哈？我是感觉讲逢其盛啦，有这个机会吼，实验室这个案件我都参与吼，我嘛感觉我的人生嘛做有意义的啦。是吼。好，谢谢。这做好的一个机会啦。刷来咱就为这个驾驶台来参观者。来谢你哦。谢你。有可能这阵啊，Stan 哥人有较无闲较忝，我看伊这回来甲船顶吼，伊的骹步。有淡薄仔行较袂稳，所以阮大家拢足细腻的吼，拢甲斗注意。伊嘛是迄文化嘛是甲下过，楼梯嘛是照爬呢。可见伊真正是一个亲力亲为的人，就是每一项代志伊拢爱了解到底，每一个所在伊拢爱行到位，伊才会放心。1、2、3，来，阿贵老师的激励，阮 Stan 哥是有咧练的啦。好佳哉，你有练，啊无这要爬起来，真正足歹爬。到船头啦，到船开船的所在航椅吼，拢伫遮。后壁就是咱的太阳能甲板，会使去参观一下。我即摆看到的就是太阳能的房啊，是啊，一块一块安尼。对一代哈，敢若太阳能，啊，环游世界。因为开较慢2年，2年，安尼慢慢开就对啊。后来佫加签以后，剩半年。哦哟，这厉害！这几度啊？这总共300度一天。一天300度，一天300度，就去互我伫厝的1个月用电。超过。这厉害呢！所以太阳能加迄个氢安尼，真正就是一个循环。啊，伊真正拢无排出啥物废物啊啥。敢若水，排出水嘛，排水尔，啊，不要紧，伊伫咧海上水就排出去安尼。Stan 哥，你即马徛伫个你梦想中的未来船，啊，看到即个海，是，你即马啥物心情哈？啊，即马净零碳排要普及化，全世界嘛都要靠台湾。啊，我是做即个开路先锋啦。唔惊死的人啦，唔惊死的人。你为虾米拢定定咧做这款的代志？你30通岁的时阵创业嘛是咧做安尼的代志。对嘛。对啊，啊你即马80岁嘛是咧做同款的代志呢，对啊。我对无中生有较有兴趣，无困难条件，那你我的有啥物意思？意义是啥物？有意思。所以有困难才是有挑战，有挑战就有成就感。想办法就对了。咱少年人毋是定定家己鼓励讲爱勇敢踏出舒适圈，但是无想到这句话，嘛是 Stan 哥伊的名言，伊的人生的下半场的一个，咱咧讲做代志的原则咧。80岁的时代讲，伊无爱伫咧圈外的舒适圈啊，咱少年人哪会用个屈伫个舒适圈？你30通岁创业。啊，即马80岁创业，嘿，有啥物无共款的心情啊？是迄个困难点伫对下？共款啦，拢是无想到的代志足多啦。100万新台币创业，无钱啊，无钱想办法。啊，即马咧一开始一个规模伫咧8亿以上嘛，所以我就找大咖的人，大家来共襄盛举，来参详。所以你的人生就是一直爱突破，一直爱突破，就是爱下迄个坎就对啊，迄个一个坎你直甲下过去。即阵啊，甲伊同齐过伊人生下半场的生活了后啊，我发现到 Stan 哥啊，伊对代志的态度，迄个谦虚，伊真正就是咱台湾足努力、足脚踏实地的时代迄个款。
Stan哥，你今摆看到这个海，心情足好诶，足好诶吼。阮妈妈甲我讲，希望我以后台湾头响到台湾尾。啊，现在我唔是讲安尼，是响到全世界，全世界拢捌。安尼爸爸妈妈应该会足骄傲诶，感觉哇，有这个后生真正有够赞诶。你无想到讲你无讨海嘛是会来做船吼，无想到。完全无想到。